帅哦！快找按奏！关于情人节的匿名巧克力活动。Don't worry，那草本已经找好赞助商了，还包含活动流程没鬼包后嘞。真不愧是伦伦会长大人，好棒哦！哇！不小心就把事情做得太好了。从学生转大人之后，请问我的脱口秀给面有没有机会？你才刚进来没多久吧？先学着把手上的事情处理后张工，错误大一堆。逝去的代谢率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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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俗送，感觉洗个澡就瘦了1圈了呢。来量一下体重好了。扭不按钮，是因为我刚刚喝了水吗？以前明明冲过夜场就会球，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得加强身材管理。妹妹，你要不要吃？恶魔点点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接地气的节流精神。哇哦，这个设计好简约，好 fashion。这回收废纸重新制成了再生纸，符合环保的价值。这牛皮纸的封面散发的知性美，方便拆卸的扣环设计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笔记本呢。买一个新的笔记本，这高级的封面，光滑的纸张，懂江湖。是吧？很江湖，整个心情都美丽起来了呢。喂！用罡粟之下就后悔要买这种笔记本干嘛？有够浪费。充分运用零碎时间，时间管理大师，享受现在，别一开怀就怕受伤害。许多奇迹，我们相信才会存在。好，今天第一堂课是10点的，我们还有5点钟可以玩，去下一间接着唱。搞到烦，你不怕明天要交的报告写不完吗？比比，你太煞风景了，青春就是要拿来挥霍的。报告这种东西，青菜岂不是给下就走的？终于做完了。比比辛苦了，接下来20分钟就得写生，都是在脑内激荡企划 idea。5分钟收拾明天要带的东西，4分钟用睡前滑手机的时间想一下填狗你的会议议程，全部完成之后就能睡上整整2点钟哦。哦耶！成为大人之后，责任更加沉重，不管是身体或是心灵，都更容易感到可娘娘美。虽然出社会后的我们看似被现实压缩了，却也因这份生活的不易，才使幸福更容易填满期待的心。明天早上不用开会。这样就可以多睡20分钟了。突如其来的小确幸。